Hello，大家好，係我豆豆子啊，睇豆子好運不停止啊！早幾日生日啊，所以日日都出街啊，食飯啊，去街啊，唔得閒更新。好啦，依家嚟個長視頻補償下大家，差唔多9分鐘哦，可以下飯咯。睇翻手牌，3筒係鬼。靚碰喎，扯咗隻鬼俾我碰咗個8筒，依家直接拖牌，拖4萬。我以為可以轉個彎就自摸先。今晚要去打麻雀啦，太開心啦！不過早2場都係戰敗啊，希望今晚可以旗開得勝。上碰下至唔到麼？咁艱難嘅咩？拖牌都要摸咁耐，仲係番子？呢個肯定係傳說中嘅番子手啊！最接近自摸嘅一張牌1萬。哇！9鎖都自摸，拖9鎖自摸啊！嗰輪書都話學人哋話拖番子可以自摸，拖牌。一定唔係碰走我自摸牌，我唔理，一定唔係。多謝你啊！哇，拖牌摸眼睛食喎，攞命！開馬400兩個馬。OK， 第2盤嚟啦！哇，手牌有隻鬼都唔知放喺邊度用啊！唔緊要啊，爛牌好進章啊！哇！有2隻鬼，我都冇卡窿放。碰咗發財，依家碰多個可以拖牌。叫好啦，4、7萬，但係對碰。哇！直接自摸啊，快到！又係400碼。第3盤9索鬼啊，一隻索子都冇。碰咗佢，碰埋佢，打8萬。入個4筒可以叫1、4、7筒，最理想嘅牌張。2筒碰咗1筒肯定有啦，唉，碰埋佢抬轎啦。反正都亂晒張嘅呢啲牌。唔要。誒，靚喎，睇下叫咩先。2筒斷張啊，咁啊叫4、7、3、6啦。我覺得1筒可能人哋3個或者1對啦，所以就唔要。
行雷啊！依家，琴日落大暴雨，應該有我剩低嘅牌冇吧？打斷晒啲綠筒。哇！好彩我都有3筒摸啫，畀佢摸晒我啲綠筒。26碼 ，OK。第4盤，有隻鬼，手牌好整齊，好齊張。跌咗隻4數，可唔可以畀我啊？哇！一索靚啊！碰過入過叫糊啊！自己叫糊靠自己。對碰加卡窿3萬，3萬冇人碰。又一個2萬，咁我留晒啲對係因為我覺得碰任何一對都可以拖牌。哇！咁難摸嘅咩？又冇得碰，又冇得轉。到呢啲後邊嘅時候，終於出到啦，碰咗5索唔要啦，直接拖牌。因為中張牌我唔會降嘅，所以我就唔執啦。哇！靚碰一槍折魔 ，OK 開碼。好多26碼，最多碼嘅一鋪，第5鋪啦，最後一盤，一筒鬼。手牌唔錯，最鍾意帶呢啲整齊嘅牌，咁一手全部起手都係大番薯啊！睇見一頭暈啊！好靚嘅卡窿3萬啊！咁我就拆過一個對啦。3萬又嚟，唔識打。我一般秉承唔識打，唔知打咩就打手摸手打嗰隻。當然啦，我呢啲歪論嚟嘅，大家唔好學。打你自己求你嘅緣分牌啦，你覺得邊個更加有緣分嘅就留邊隻啦。碰走我隻3筒啊！我叫糊牌啊！碰2索叫糊。4736，即刻自摸啊！嗱，呢個靚碰，好啦，記得大家點讚接好運啦，拜拜，下次見。